本港今年已經有至少10宗棚架起火事故，咁仲可唔可以話係偶然？甚至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嘅第二日，有其他地盤嘅工人急急腳擔住支煙插棚網，唔通呢啲就係工程標準？其實反映嘅唔止係工人個人行為，而係一個長期缺乏培訓、缺乏規管、缺乏安全文化嘅行業現狀。有讀者向本台反映，父母住何文田油站隔離嘅護老院大廈正係進行維修工程。佢表示喺較早前多次就護老院工程地面嘅垃圾桶向1823同警方求助，但所有部門都話唔屬於我範圍。垃圾桶係工程開始先出現，極有可能係方便工人食煙。讀者表示睇到宏福苑慘劇之後，更心驚膽戰，一次又一次嘅意外，究竟係工人無知，定係政府監管長期失效？香港近年大量引入外勞，培訓又係咪足夠呢？佢哋跟嘅係香港標準，定係大陸標準？有冇人真係去查？政府有冇好好把關？監管有冇跟得上？外勞配額批咗咁多，培訓又做咗幾多？當香港被一個咁無能嘅政府掌權，市民更加要放低冷漠，每人做多一步，見到垃圾桶有未熄嘅煙頭，都可以淋翻少少水。我哋要關心身邊嘅人同環境，繼續追求真相，先可以阻止下一單嘅悲劇發生。